来看前一阵仔呢，这受到风台影响，国内农渔业是损失甲真惨重，尤其家己的蚵仔，这产量是减真济。说落来，就要来过中秋啊，所以渔业署呢是加强行销来推出中秋的优惠，希望民众会当斗支持在地渔民。 因为前一阵仔台湾受到风台影响，农渔业受损严重，尤其嘉义生产的蚵仔，因为受到风台影响，产量减少。中秋伫要到啊，中秋烘肉若有要准备烘蚵仔，可能本就爱较粗咧。 2个台风造成我们嘉义这边最大的一个牡蛎产地哈，那受损的程度大概有2成5到3成，供应量我们透过各一类的，不管是电商平台或是实体通路的一个合作，我们都加强在行销我们的水产品，所以基本上现在看起来会稍微价格会有提升的，大概就是这一个牡蛎。 不过，渔业署表示，其他的海产产量拢真稳定。为着加强国内的行销，渔业署有和真济网络平台店家合作。即届嘛甲渔会合作推出中秋海产优惠。农业部表示，国产的海产真多元，即马结合 AI 冷冻技术，会当增加保存的时间。另外，因为即马的小家庭较济，嘛针对小家庭做实在的分装，提高方便性。 那透过我们这样冷链的这个计划呢，让它的这个战斗力更加的强。除了时间是可以延长之外，那我们也针对了很多的这个家庭这个形态的改变，做小包装、做分切，然后做这个熟成料理、做多元加工各样的处理。 渔业署表示，国产的海产营养又搁多元，呼吁民众中秋烘肉会当多多支持在地渔民。除了伫网站买有，嘛提供真济优惠，也有抽奖活动。政府带头买饼买去。记者陈心东、林孝凯台北报道。